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就要温埋呢個百分數同平均數啦。呢個百分數就更加簡單啦，3.5% 啦，冇乜特別啊呢個。咁啊，讀作乜嘢咧？讀作就係3.5%，咁啊冇寫錯字就可以噶啦。咁呢個咧，你係需要用咧一個組成群組褪位嘅方法啦，將呢個褪過去就比較容易睇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就數格仔，你就會數到咧10個格仔陰影部分，即係7個格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十分之七。咁所以咧就係70% 啦。好啦，呢個百分數即係1.8乘100%，180%。呢個先將佢變做2.25，呢就225%。呢個最簡分數100%45，約減20%9。呢個232%，有啲同學好聰明，直情咧就用大分數去假分數去表示。咁啊，除2就116，50，除2就58，25，咁就係58/25。呢個係一個做法啦。你變做大分數都可以。咁啊，呢個變小數，咁變小數就係直接褪位啦，都難唔到你哋嘅。呢個要留心啦，你要先變咗去做3.8%，所以呢個就係0.038啦。呢啲都係應付到㗎啦，你哋。咁啊，所有啦，呢個50%呢個褪過嚟啦，所以 boy 係啱嘅。C 唔啱啦 ，A 都唔啱啦 ，D 都唔啱啦。咁呢個咧就要將呢度褪上嚟，咁啊即係又係一半啦，所以答案就係 boy 同埋 E 啊。呢度成個圖有幾多全圖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全圖係16。陰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係10。用百分數表分數先，就係5%。同埋5%你應該要識背啦，就係62.5%。小數就係0.625，係一定要識㗎啦，分母8嘅轉換。咁啊，呢個你會睇到咧，呢度有 A、B、C、D，再嚟 A、B、C、D，係咪？咁啊，好簡單，你就會識游啦。呢個係1/4啊嘛，呢係游兩格 A、兩格 B、兩格 C、兩格 D 都得嘅。出席人數佔全班嘅100%，出席人數佔全班嘅100%，咁20個人100% 出席，咁咪即係20個人都出席咯，係咪？寫好啲字啊。咁啊，前邊係分子，後邊係分母，咁啊呢個直情唔使啦，因為佢已經俾咗百分數你啦，所以其實係考緊你轉換啫。咁啊，優係15%，即係15/100。最簡要約簡啦，除5就係3， 20%3。量同常就係65%。做完啦，簡單加數。30% 牛奶味，42% 檸檬味，剩低嘅就係花香。咁問你花香即係100%減30%減42%，100減30，70減40，30再減2，28，就係咁樣心算嘅嚇。跟住邊一個最多？最多自然就係檸檬味啦。好啦，第12題咁啊，呢個用翻聰嗱，當然你可以加除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哋用翻聰明嘅做法咧，就係拉上補下，先將呢一個108比54，一人一半啦，同個0。咁啊，大家似樣啲啊。呢個50啦，比20去，係咪？大家都好接近啦，而家。咁啊，再將呢個54比4去，呢個50，對唔住，呢個48，呢個先係50。
係咪發現都好近啦喎？而家咁呢個攞2出嚟俾佢，佢係50，咁你就會發現咧，呢度52、50、52、50、52、50，一人俾1蚊，一人俾1蚊，所以平均就係51蚊。嗱，唔係喎，劉 Sir，我想32加44加108加0加52加70，一次過去除翻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除翻6咁得唔得咧？都係得嘅，計得慢啲啫。好啦，呢個咁啊，如果我哋唔用嗰個方法，點樣可以用一個快啲嘅方法去諗咧？就係逐個數位睇啦。3、3、3、3、3、3，咁即係整數部分。整數部分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就係18啦。小數部分咁啊，第一個小數啦，第一個小數十分位就係3、4、5、6，十分位就係6啦。百分位就係2啦，2。咁啊，除翻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除翻7，7、2、1、14， 46， 76、42， 76、42， 2.66，係咪做完啦？好，跟住4個月儲錢，咁啊又係，咁呢啲你亦都係拉上補下啦，係咪？咁啊呢一個攞咗5蚊出嚟，攞6蚊啦，55蚊剩翻，俾6蚊去54蚊啊，咁樣就好近啦，係咪啊？跟住呢個俾2蚊人啦，咁你攞2蚊啦，係咪好接近啊？誒，搞掂啦喎，一人都係56，呢啲拉上補下就係最好做平均數嘅方法。呢啲小技巧一定要掌握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做數咧就做好耐㗎啦。好啦，呢個要睇下識唔識字啦，最低嗰次唔計分啊。平時我哋默書都係咁㗎啦。咁睇下邊個最低分先。73唔計，咁即係78加86加91加89，記得要加括號啊！特別係劉俊良啊，除以4，係咪？咁我哋列式啫，咁但係我哋做嘅時候，我哋唔使咁做㗎嘛。我哋又係拉上補下啦，呢度攞6分出嚟，咁啊得翻85啦，俾佢攞6分去84，咁你發現都好近啦喎。咁89最多啊嘛，攞2分俾人啦，咁87呢個86，咁你見到啦，86、86，咁就等於86咯。好啦，呢個蘋果汁2杯可以寫喺度啦，西柚汁4杯，橙汁1杯，咁啊芒果汁係多餘資料咯喎，咁啊安樂啦，所以就15加17乘以2加21乘以4，平均啊嘛，平均就係除以7係有7杯嘅。當然我可以拉上補下啦，不過呢個因為我哋冇寫開啲17同21啊嘛，所以我哋就計一計佢啦，好冇？21乘4 84， 84加34 39，即係119除以7，咁啊睇下除唔除得盡啦。啱啱好喎，17蚊喎，咁啊應該就冇錯㗎啦。好啦，5個人平均身高係1.58，咁你咪畫5個人出嚟咯，係咪啊？畫5個人出嚟，咁你唔好當佢平均身高啦，你就嗱，本來咧就係個個都係1.58嘅，係咪？呢個係1.58喺呢度嘅，但係而家咧你發現咗唔係喎，原來咧呢度呢4個人都係唔夠1.58嘅喎，係呢個人個頭特別長嘅喎，長頭人嚟嘅喎，咁我哋就要拆咗個1.58啦。對唔住，咁啊，睇先，係咪？咁呢個長頭人係點樣嘅咧？佢係1.7米高嘅，咁即係話呢堆人咧係唔夠高嘅，咁但係佢哋攞咗個平均數，攞咗個平均數1.58，咁即係話呢度
有4個人有4頂帽，係由呢個1.7填出嚟嘅。想唔想像到？想唔想像到？咁即係話呢4個人都係唔夠1.58米咁高㗎嘛？係咪？咁你就可以咧，你就知道1.7減1.58，其實就係每個人同1.58米嘅相差。咁啊，1.7減1.58除以4啦，0.12除以4啦，0.03。咁即係每個三角形嘅高度都係0.03，因此咧就係每個人嘅平均身高就係1.58減0.03啦，即係等於1.55啦。呢個係圖解嘅方法。你話唔係喎，我哋想用一個屈機嘅方法做係咩啊？咪就係計總數咯，係咪？你就係將嗰啲人全部企起嚟，咩意思咧？即係話有呢5個人，唔知點解一個人要企喺一個人嘅頭殼頂1、2啊。另外咧，最後嗰個咧係長頭人，長頭人嘅高度咧係1.7米。咁而呢堆人咧唔知道幾高，但係我知道全部人係1.58米乘5啊嘛，所以就係1.58米乘以5減翻1.7米，再除以4。呢個就係將啲人搭高嘅理解啦。咁你都會計到係1.55嘅。咁啊，不過呢個理解易明啲嘅，不過就搞笑啲咯。冇理由啲人一個人企喺另一個人頭殼頂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加油啦！